講 AI application， 其實一開始就係2023年大概 ChatGPT 爆出嚟嘅時候啦。咁其實嗰個 moment 咧，因為基本上只能夠用 ChatGPT 去做 AI application， 咁所以嗰陣時只能夠選擇嘅咧，就只能夠選擇 public cloud。咁但係 public cloud 嘅最大嘅問題就係喺 data privacy、data security 嘅問題。咁好多人都擔心我喺香港做一個 AI application， 但係我嘅數據有機會傳輸到佢哋喺美國嘅 server， 咁再翻嚟香港，咁當中會有好多 data privacy 啊，甚至 data localization regulation 嘅一個問題。咁所以喺2025年年頭啦，當DeepSeek 一個 open source 嘅 model 爆出嚟之後咧，咁其實大家就可以開始考慮 private AI 嘅 deployment。咁當然啦，考慮 private AI deployment 嘅時候咧，其實都當企業決定咗用 private AI， 咁我哋就諗究竟我嘅 private AI 一體機嘅 server 或者 AI 嘅 server 應該擺喺邊度咧？咁好多企業都可能會考慮，究竟我應該擺喺 on-prem， 即係可能擺喺自己 office 嘅商業大廈或者工業大廈，定係去一啲比較專業啲嘅 co-location data center。呢一方面其實我相信有幾點需要企業去考慮啦。咁第一就係當佢哋做一個 AI server 或者一體機嘅時候咧，其實喺個 power density 嘅需求係好高嘅。對比一般可能佢哋企業用開 storage server， 其實 AI server 可能去到8 kW per rack， 或者甚至去到10或者甚至更高。咁相信一般嘅功效嘅商業大廈咧，其實都冇辦法 provide 到呢個 power density 去 support 個 AI server 嘅。咁第二點就係 cooling。咁梗係咧，一般商廈或者可能一般冷氣機啦，其實 AI server 喺佢運行當中其實係好熱嘅。咁如果個冷氣不能夠足夠嘅話咧，其實會影響到個 service level， 因為行得好慢啦。甚至如果超熱嘅時候咧，成個 server 會燒咗。咁一般可能 AI server 雖然由10幾萬至到200萬甚至過千萬都有。咁如果真係發生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其實 AI server 嘅投資咧就會冇咗啦，成個 server 係燒咗啦。咁第三點咧就係 resilience， 因為好多時候而家去到 AI application 咧都需要個 service 係 keep 住24小時。一般嘅商業大廈或者大廈驚佢冇一個譬如自己嘅發電機啦。咁所以當如果有停電或者一個人嘅時候咧，其實佢個 server 自然就會停夠啦。咁其實咧就不能保障到嗰個 AI application 嘅 continuous 嘅 operation。第四點咧就可能去到network 嘅問題。咁可能而家可能做到 AI application， 其實佢哋需要嘅用家咧，其實都好多唔同地方嘅，包括可能去到 end user， 每一個人嘅 mobile 都要用到 AI application 啦。咁甚至可能好多公司會有 regional office， 甚至 global 嘅 operation。咁佢哋對 network 嘅需求咧，其實對比一般嘅software 係更加大嘅。咁again，一般嘅商業大廈或者大廈其實未必有足夠嘅網絡供應商或者足夠嘅光纖網絡咧去 support 呢個 network。相反嚟講，一啲專業嘅 co-location data center 咧就會有唔同嘅網絡供應商去 support 啦。咁甚至可能去到我哋 data center 超過有300個即係網絡供應商 telco 公司都喺我哋 data center 入邊。咁所以變相嚟講，呢個 network 就係 support 翻一個比較強大嘅一個 AI application。所以我相信呢幾方面都係企業考慮到做 private deployment， 去諗佢哋究竟 AI server 需要擺喺邊個地方，佢 on-prem data center。咁相信就住 AI application 嗰個即係 server 咁強大啦，相信 data center 都有個比較好嘅選擇嘅。